台湾对于今年开始转做是超高龄的社会，这长照的需求呢嘛愈来愈大。国民党是来表示讲，立法院新的会期会大声来处理长照保险法的草案，而且因嘛有做过民调，讲有77%的民众是真支持甲现有的长照改做是保险制。啊，那卫福部是来表示讲，其实这长照的保险是需要社会的共识，目前要来收集各界意见，会好好沟通。台湾伫要走入超高龄社会，老人人口的比例超过20%，等于是每5个人都会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。长照需求一直提高，国民党进前表示，立法院新会期要以民生议题为主，其中长照保险法的草案都会列作优先的法案。这几年长照的人口已经增加了5倍，很快就会10倍啊！而长照的需求这么的高，我们的预算这么的少。那能做什么？就做得非常有限。每个月一般的民众增加的是100块钱左右，而这样子的一个长照保险才是可长可久。目前咱国长照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房地合一税、遗产税分管等。国民党地区民调显示，有7%的民众支持把现有的长照赋税制改做保险制，也就是比较健保，由民众雇主甲政府分配保费，认为应该制定长照保险法。敢若1%的民众无支持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认为，目前赶紧爱做的应该是先提高长照服务的覆盖率，也加解决长照人力不足这个问题。能不能针对于机构的营运，提升我们的照顾品质？给不给付硬体设备，这也是值得要讨论的地方。一出生就是缴吗？还是要几岁缴？这要审慎评估。长照保险存在于资源部件是否足够、保险费率、缴费以及纳保对象等等的议题。长照裁员有不同机制的财务负担模式，本部未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，但是需要持续与外界沟通，取得共识。卫福部长照司指出，推动长照保险需要依据社会共识，目前也搁伫咧收集各界意见进行沟通，而且因为部分地区的长照资源也是无够，所以现阶段也是需要靠税收来强化保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